12月7號，立法會選舉大日子，立法會選舉大日子。今日嘅香港站喺邁向由治及興嘅重要節點，政府正全力深化改革，發展經濟，改善民生。而立法會係香港管治架構嘅重要組成部分，所以選出有能力、有擔當、有熱誠、勤奮服務市民嘅賢能人士擔任立法會議員，至為重要。我呼籲全港選民在立法會選舉投票日履行你嘅公民責任、社會責任，為香港嘅共同家園投下你手中重要關鍵嘅一票，選出代表你嘅立法會議員，共同為香港嘅發展同埋民生福祉作出貢獻。12月7日，約定你一齊投票。12月7號，約定你一齊去投票。